炒股唔使驚 ，Ben 哥喺大廳。技術分析裏面，成交量唔係用嚟預測行情嘅，佢嘅作用更多係用嚟驗證行情。譬如呢一隻股票，股價喺呢一個位置突破水平壓力線，憑你嘅經驗啊，你覺得佢係真突破啊，定係假突破呢？我講下我嘅睇法先。股價喺呢個位置突破收出嚟嘅 K 線，柱體越長越有效，股價幅度越大越有效，兩日企穩嘅話越有效。但係最重要嘅都係成交量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去揾人幫拖，係一個人嚟幫你啊，定係一班人嚟撐你更有氣勢呢？呢一日嘅突破，成交量係出現咗爆量嘅，有咗成交量撐你，呢個突破就顯得更加真實有效。所以呢個突破係真突破，並唔係流嘅。可以睇到啊，股價嘅低點係一路抬高，高點突破前高，形成上升趨勢。點樣證明呢個上升趨勢穩定、有效、可靠嘅呢？都係睇成交量。回調縮量，上升放量。股價突破前高，成交量突破前高，上升放量代表得到咗市場嘅認可。回調縮量代表持倉嘅人啊，獲利回吐之後唔捨得賣。成交量突破前高，代表更多嘅人堅定睇升呢隻股票，上升嘅趨勢會延續。成交量賦予咗趨勢，係有效穩定可靠嘅驗證。然後股價去到呢個位置，再次突破前高，但係量能未突破前高，亦即係量價背離。呢個時候你係咪覺得行情走到咗盡頭啦？然後股價嚟到呢個位置，再次突破前高，成交量未破前高，再次出現頂背離。咁今次你覺得行情係咪真係走到咗盡頭呢？好啦，嚟到第三次，股價又突破前高，成交量冇破前高，第三次頂背離。縮細 K 線圖嚟睇，可以睇到啊，成交量其實一直都喺度萎縮，但係股價一直破新高，所以話量價背離有時候先至係真正嘅大行情。頂背離同股價見頂係冇直接關係嘅。之所以你聽到有人話頂背離係行情走到咗盡頭，係錯誤咁講成交量係用嚟預測行情嘅。一隻股票嘅頂部係冇辦法預測嘅，你只能夠去界定，就係用3點戰法嚟界定一隻股票嘅頂部。